新營區新民國小早來活力舞蹈為台南爸爸節活動宣傳加開書報。今年衛生局除了邀請民眾8月份到轉運站、優擺以及全市37區衛生所等地點，甲爸爸做伙翕相出任務，就機會抽遊戲機等大獎以外，8月2號也閣安排健康檢查、注肺炎疫苗等同樂會，邀請大家陪辛苦的爸爸過節，提醒注意健康管理，就是上好的禮物。要呼籲爸爸能過健康的生活，在一個預防保健的方面，能夠多吸收一些知識，並且內化為生活的一部分。同時呢，在8月2號一定要來我們台南市衛生局前廣場，我們安排了特別為爸爸量身定做的檢查，也歡迎大家一起來，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一定要拉着爸爸一起來。根據114年成人有紅保健的資料顯示，男性將近3成是有代謝症候群，所以台南市嘛將持續加強減鹽、減糖、加食天然原型的食物等健康飲食的選擇。台南新聞阮芷採訪報道。